讲俗语，说俗语，俗语说不尽。今日要讲的俗语是：大人欠一喙，囡仔食甲胃。这个意思是，大人若减食一喙，囡仔就送食甲饱，甚至食甲无想要食。早年农业社会一般拢是小康的家庭，三顿的食食无遐量相。虽然大人需要食好饱，才有这个体力去做事，也毋过都唔甘加食一喙，就是希望讲囡仔会当食会饱。星座专家讲，听囡仔星座，狮子座，这囡仔钱真甘开。针对囡仔兴趣的安排相关的才艺班，因希望讲囡仔有一个快乐的童年，无希望讲大汉了后才来后悔。这射手座人希望讲囡仔自细汉培养良好的生活品质，真爱带囡仔出去游览，开展眼界，增加知识。若双鱼座人会将囡仔当作小公主、小王子咧看待，会真接带囡仔出去呢，翕相留念。今日讲俗语是：大人欠一喙，囡仔食甲胃。